位于台南仁德交流道旁的仁德志宏池，可以说是中华医大的后花园。鸟语花香、绿树成荫的环境，成为许多华医师生运动散步的好地方。华医后花园不只受到学校师生欢迎，尤其在志宏池步道两旁，更是种满了花旗木。每年3月到5月，花旗木盛开的景色，更是吸引许多爱花人士前来赏花。每年都会来这边看花吗？这几年都会来看，因为这算是台南最有花旗木最漂亮的地方。这是我们仁德区的志宏池。每年都会来看，就因为之前不是住这边，那住这边之后，从去年就很漂亮。对，所以都会来，花季对都会对啊，是因为住很近嘛，所以我们就推小朋友过来。受到冷冬时间较长影响，原本该在3月底盛开的花海，花况不如预期，直到近日才看到花朵绽放。志宏池沿岸开满了粉嫩花朵，现在来赏花，架丢席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